참아자시들래 아니 들이 ngazo lode tambogi lonse sumba dugi ta lonse sumba gi khashandi kharishilana 辨别物品辨别物品辨别了是那要些吧研究去吧要物品了是当ngazo jala lo ko ngupo ta ngupo研究去吧ta ngupo jala suaji ngazo pas要些do wa tele ko他嘀咕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了是那得了，得引起的 dis 了啦。什么了是那卡热？但这是什么了是那得卡热热了？这是什么？你看了是那是支笔，是支笔，是了这个，支了是那记了过，你了引起的你阿来去多。笔了是那nyugu，当个是nyugu给这他妈的笔了我说，是支笔了是那nyugu记这啥了我说，这是你的手提包吗？这是你的手提包吗？这是了是那 this 了，de 了我说，你的了是那 chunky 手提包了是那当父母的时候就老板的。就拉到去读的全球点了手提包了，妈的是那吃完的，这是你的手提包吗？是那点起来去，但老板的去给我做 bag 去多 ，bag 了是那看了我做给bag 酷了那这的，看着了的，手提包的当我做老板的了。bag 都去读的，我点了个手提包吗？点起来去手提包是白了是。看了是那不，它不是了是那，马来可马来了是的，它是热可热了但不，它不是马来可马来，是的可热，故事噻。它第五了，看一下，这是谁的笔？滚的，这是谁的笔？这是了是那 this 了对了，谁的了是那 suki。笔了是那牛这是谁的笔了是那的苏海金牛骨热了这是谁的笔的苏海金牛骨热了OK 大家了是小明的是小明的是了是这种小明了是那米奇米的但是小明的了是那的小米给热了但小米给热来的呀是小明的那是一辆小汽车吗？那是一辆小汽车吗？那是了是那不给的了我了，但了怕了我的，那是一辆了是那记了过我说我做给摩扎给你了，已经不是一辆不是的我了。小了是那圈圈了，汽车了是那摩扎，妈了是那车啊，那是一辆小汽车吗？不给的摩扎圈圈记着呗，是吧？那是一辆小汽车吗？不，那是一辆公共汽车。不，那是一辆公共汽车。不了马来罗了，那是了不给的，一辆了是几罗？等给我做摩扎给一辆了多少几百的？一辆，马来了是不给的，看着这些了是那公共汽车了是那 bus 了可过，我做 bus。中间冷可了啦 bus 的不给的冷可圈圈就是白了是马来不给的 bus 热了是公共汽车最新有的了的这个英语这个用英语怎么说这个用英语怎么说这个了是那 this 的但 de 了我说说对了有个这是这个用了是那必须当哇 use 了必须当哇英语了是那英语怎么说了怎么了是那看这是呢说了是那老板写吧哇这个用英语怎么说了是那对了英语图呢看这是老人了这个用英语怎么说我就是对了英语图呢看这是老人了是英语了是英语哇
听见了？你的chranki新书了，新了是那啥的？chranki啥的哇？书了是那带了过，book 样个做落带的，吃带带呀带书。你的新书了是那 chranki 带啥吧？是了是热哇？什么了是那 color？颜色的了是那成长。搞了了，你的新书是什么颜色的了是那 chranki 带啥吧的？成长可是热了。你的新书是什么颜色？chranki带啥吧的？成长可是热了。我说啥？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的了是那 chranki 房子了是那康巴罗，有了是有吧？多大了是那 how big 起来还是有的了。它起来了多大？你的房子有多大了是呢？chranki康巴起来还是有的了的。故事说你的房子有多大？这条街有多长？这条街有多长？这了是哪路啊？条的啷个了不是当过？一条路了个啷个街？条街，这条街了是你啷个的了的 ？street 了啦，这条街有了是有吧？多长了是那 how long 了是也日来去？那你啷个的？看这真不有的了是的。这条街有多长？这猫叫什么名字？这猫叫什么名字？这了是那点路啊？猫了是那什么？猫什么？当个做生气过的喵。猫叫了是那老板哇？什么了是那可热？名字了是那米路啊？是米给米？这猫叫什么名字了？是那你什么的米可热了？的什么？了米大家都个做，我对了，的什么的米了可热了？那个公司在哪儿？那个公司在哪？那个了是呢？不记得了。那个公司了是呢 ？company 了的，当个做所找到安迪去了公司了啊。在哪儿了是那考有的？那个公司在哪儿？的公司的考有的了，的 company 的考有的了，过去噻。哪个尺码是对的？对吧？哪个尺码是对的？哪个了是那 which one 肯定？尺码了是那 size 了过的，切中有了。是了对了，对的了是那这吧？它切出肯定这对了。哪个尺码是对的？过去啥？眼睛看里去记录给的。辨别物品，辨别物品，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支笔，是支笔，这是你的手提包吗？这是你的手提包吗？不，它不是。是的，它是。不，它不是。是的，它是。这是谁的笔？这是谁的笔？是小明的，是小明的。那是一辆小汽车吗？那是一辆小汽车吗？不，那是一辆公共汽车。不，那是一辆公共汽车。这个用英语怎么说？这个用英语怎么说？你的新书是什么颜色的？你的新书是什么颜色的？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的房子有多大？
这条街有多长？这条街有多长？这猫叫什么名字？这猫叫什么名字？那个公司在哪儿？那个公司在哪儿？哪个尺码是对的？哪个尺码是对的？timushi ni nga zo lonse simba gi lonse re ani khasangi ki lode kogwe na ngala khaba andran teru chilai ba ani khashi ki khaba andra dengi ki whatsapp na jawa chi thu mi do ni ngarang ki khaba andra te shayo ani youtube na yonge chama langi khaba andra te shayo ani chang so nga chen jawa chi ru chi ani tatri ni kasu di de do gonge na ngi ki tanda lonse la cha ju ki wola ngi khapan ro sha ki so so ngi ne ngala jawa chi ru chi le ki na so ni chamala ta shi tele